你看到你客家的社會其實是一個移墾社會嘛，移民的社會哈。那所以客家的五行的移民社會當中，有兩種，可能兩下你來看客家五行，起無共用的，因為佢要做勞動嘛，所以睇你嘅客家婦女佢就無白嘅腳，所以睇家嘅客家婦女睇部分都係睇腳婆，嚇，佢度係有一個睇腳婆以外呢，係睇家。我想到客家婦女總會做乜嘅呢？我從山歌，所以我就知道講佢哋係解放雙足、解放三馬哈。你從頭講山歌杜康佢度唱嘅情欲啊，哇，嘅不得了嘅哈。你來看十九歌、十八魔，哈，大家有機會嘅話來看一下，都同睇淡哈，可能同兩個後生人呀冇乜嘅共樣哈，差唔多。你下來講到一下，客家嘅。男性嘅角色同女性嘅角色，用啲語言方面、講話嘅語言方面都冇共樣。我就從頭講，做乜嘅？你看到嘅用嘅東西哈，全部都係用女性嘅角色，像姑娘啊、線橋啊，全部係輔助嘅角色。像用嘅愛來攻擊做攻擊嘅，讀嘅東西用倒馬、往馬。雙馬、令馬，呢度用法其實也蠻符合羅蘭巴特呢個符碼學嘅用法啦，嗬。你看呢度男性會做頭人咧，你看拳頭功，也有講拳頭嘛。唔過咧，你講二功，屁功呢種五官，睇本人看嘅面子嘅東西，就係男性嘅。是你就冇用什麼一個父母的角度啦，你應該知道客家嘅語言部分對你嘅客家五行可能係知道有公平冇？大家人做嚟看一下，嗬。你下來講一下，你五行嗬，提示啲客家婦女啲中高度向做乜嘅角色嗬。其實你講準備拜拜嘅東西啦、生禮啦，嗬，全部俺也唔是看到有客家嘅男人以前做批嘅男人可能做也唔會多做下去做呢度頭路，所以你講瓜子啦，還有呢個瓜子啦，還有拜拜啦，嗬，過年過節啦，準備生禮呢啲全部都五行嘅角色，嗬。然後到呢下你看到廟片啊，到公廟啊，種子都好，每個客家嘅婦女當然就做乜嘅餅數，做子宮，嗬，呢度都係客家五行作為主要嘅角色。不過呢下啲今年就有客家嘅禮生，開始嘅，你可能係同以前較無同樣嘅做法。